台湾甲美国签署着贸易协定了后，后一步就是甲这个协定送国会来审议。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讲，本来美国一度要求爱等咱的国会审议了后，才要来降税，也毋过因全力来争取，美国才同意用上紧的速度，互降税产生效力。所以希望在野党会当支持，赶紧通过相关的协议。财经专家嘛提出着警告。讲说落来，就是甲时间咧拼输赢。若是立法的速度上慢，或者是政治攻防去拖着，那呢头前讲落来的条件，可能拢会失去掉有效的期限。粮食安全跟军工韧性的底线啊，那来促使双方达成共识。透露美国要求各国必须全面开放市场，不过经贸谈判团队坚守粮食安全的底线，将规划总算带来好消息。若说落来关键的一步，陈丽君呼吁国会赶紧审议，和降税利多两者做个到。我们曾经在谈判过程当中，美方一度要求。希望等待我们的协议在国会完成审议之后，才让降税生效。我们希望国会能够来不分党派来共同支持。美国在掠取全世界的资源，让美国再次壮大。一般的传统产业、生产业、制造业，谁能够撑得起这15%以后？还会有利润。有一些立法委员现在在提出质疑，没有关系。到了立法院的时候，农业部会一一说明清楚。经过国会跟行政部门对话之后，会更加明朗。立法院规划在3月初3由行政院长到英台带领部会首长报告关税准备质询，财经专家都来示警。大家搞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15%，就是现在市场上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看到最好的嘛。朝野双方就应该坐下好好谈说那。这个谈判团队也尽力了，谈出来这个结果，我们觉得也很肯定。这个在野党应该要在什么样的条件，他要怎么样去审查，让这个东西通过。今日经贸办到中心常会谈判数字提着升级，就等调亚强秀拍板定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